好，谢谢啊，谢谢我们阿美族那个初阶的，还有通识文化的班哈。对，非常精彩哦！而且我觉得我看到的是，难怪林兆玉老师的学员非常多。对呀、因为他对这个学员的关怀，还躲在那个小柱子后面，对一直张望，还在提词，对呀、还会帮他们伴奏。对呀、没有伴奏，我看变成阿美八部了。八部吗？转到八部。对啊，所以当然接下来把正版的拿出来好了。对呀、好不好？我们听看看这个布农族的八部合一曲式。布农族的八部才是正版的，对不对？对，好。所以接下来呢是布农族传统歌谣与乐器所指导的老师是林南吉林老师，带来一连串是属于布农族的传统歌谣。同样，我们也是掌声欢迎他们。掌声啊！就是这边的啊，你还要再更中间。看到没？校长都上场了哈。好，我们掌声欢迎一下，耶！各位大小朋友平安，午安。我们这个班台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精神实在是比人太多哈。那我们要表演的是所谓的是台湾的原住民布农族小米祈祷歌祈祷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所谓的一个八部合音其中一个。
紧接着我们要表演的就是所谓的祭枪祭。在布农族的文化里面，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跟天神报备。咱们要做什么事，必须要经过天神的一个认可才可以。所以我们用祭枪这种仪式的方式来表达我们要做什么事。那这个芒草，透过这个芒草来把我们的意识，透过芒草来表达跟我们的所谓的天神来诉说我们的需要。那过程里面每一个男士都要摸读的这个芒草，象征我们是同心协力来呐喊我们需要的玛利亚，学习文化。
学习武道，部落大学，用心传承，呼呼呼，呼呼呼，你干嘛？洗碗干的。Mata Juan, mata masa, mata puta, mata, Está rua, quem não guarda? Toma nano, nada juan, chicalaco, kenawalan, tendanayan, istabanan, ho ho ho, ho ho ho. Oh, ficama, está rua, quem não guarda?我们这个班也没有一个是除了我之外跟校长，其他都是非原住民，可是他们讲的比我更标准。我们来给他们一个非常鼓励的一个。那那些多。非常有特色的我们布农族的演出啊。对，所以我觉得在林南锦老师这一班，真的展现是族群融合。族群融合，对不对？还有一个外国人，有没有？是啊，从他口中听到布农族语，感觉好奇妙哦。对啊，我还有在老师教给他的时候，他会讲，呼呼呼 ，What are you doing? I'm singing, I'm drinking, I'm lying。睡觉了。所以你以为他会讲英文？哎，讲英文，讲布农族语，不得了呢。哦，好。接着下来，我们那有外国人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是原住民跳外国的舞。哇，不得了呢。也蛮特别的。这个班是当阿罗哈爱上纳鲁湾。哇，好玩的，是不是？好玩。哦 ，very interesting。我们有我们叶玉老师，欢迎他们的学员啊，这是夏威夷勇士舞以及松浪舞，我们掌声欢迎他们，谢谢。好，欢迎我们岳英老师所带领的来帽。欢迎我们两位部落大学的勇士，掌声鼓励一下，耶！代表我们的部落大学的勇士。他们也是夏威夷的勇士。有夏威夷哈。
后面那个公主，各个反正各种。夏威夷有这种阿美族的短裙，阿美族短裙来，因为后面那一代还没到。Ay, mulu kali kuiba. Ay, may kapuanan. Ay, mulu kali kuiba. Ay, mulu kali kuiba. Ay, pitule mulu. Ay, mulu kali kuiba. Ay, pitule mulu ukalang tama. Papa ula lukawa. Oy, ay kana umu. Papa ula lukawa. Oy, ay kana umu. Oy, kumu kumu.掌声一下，耶！很辛苦，对，很勇树。掌声一下 ，Kiss You。Thank you.
的夏威夷舞蹈。Honolulu